首领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南下女人，那女人称自己是皇帝的女人。什么？皇帝的女人？你带进来，带进来。是。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你真是南下皇帝的女人？正是。就你这点姿色，还是皇帝的女人？啊！皇帝的女人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？你的话不可信。皇上带兵到北漠打仗，我心里舍不下他，就偷偷跑出来，本想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被你们的人给捉住。空口无凭，我怎么信你的话呀？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，我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若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定会要你们好看。嘴还挺硬的啊！不过如果真的把你带到南下皇帝面前，我看着还敢不敢给我打仗？来啊，带下去，好生养活着。哼！不要信这女人的鬼话，她就是骗吃骗喝的啊！听我的，带下去。